去到我哋呢個年紀，每次收到體檢報告，都好似派成績表咁，睇見啲膽固醇、血糖砸晒街。有啲朋友好鍾意認命㗎喎。哎呀，冇辦法啦，我爸有糖尿底，我阿媽有高血壓，我注定要中招㗎啦，基因寫好晒㗎啦。你話呢？聽落去係咪好熟啊？然後講完轉頭呢，早餐就去茶餐廳懟個沙爹牛肉麵，配凍檸茶少甜。夜晚仲要追韓劇，追到凌晨2點。你身體入邊啲細胞其實喺度瘋狂舉牌抗議，話老細可唔可以俾條生路行下？第二朝起身腰酸骨痛，你又摸住條腰嘆氣，唉，我啲基因係咁噶啦。各位停一停先，哈佛大學醫學院神經學教授 Waldo Tanzi 同埋身心醫學權威 Deepak Chopra 寫咗本神作叫《Super Genes》超級基因，佢哋喺書入邊講咗一個足以顛覆你下半生健康嘅觀念。其實啊，大家一直都怪錯咗基因喎。你阿爸阿媽留俾你嘅基因，絕對唔係一份法院判決書，而係一份使用建議書嚟㗎。你想象下，佢哋等於送咗部超高性能嘅人體智能手機俾你，出廠設定的確係固定嘅，但問題係冇說明書，冇 hotline，全靠你自己摸索。你用得啱呢，個系統會自動升級。你日日亂撳掣，身體就梗係彈 Error 404系統錯誤啦。呢個範疇科學界叫 Epigenetics 表觀遺傳學。你知唔知呢個字有幾勁啊？簡單講，DNA 條曲的確係死嘅，但 gene expression 基因表達係活生生，識得轉彎㗎。科學家發現，透過 DNA methylation 甲基化，同埋 cell signaling 細胞信號傳導，基因其實好醒水㗎。佢會24小時及時監察住你每日嘅生活狀態，決定幫你開啲好 app 定係刪咗嗰啲壞 app。即係話你每日食啲乜、瞓得點、心情點樣，都會即刻影響基因。就好似你撳掣叫佢開工定放假一樣。舉個例，你成日捱夜、爆糖又壓力大，身體收到嘅信號係：哇，主人又開啲暴走加班毛啦！好，即刻着晒啲發炎基因陪佢捱。結果部機日日輕，行2步路，Apple Watch 都問你使唔使幫你叫白車啊？相反，如果你識得放鬆，食得乾淨啲，早啲瞓，啲細胞就會話：嗱，終於有 WiFi 連線啦，啟動健康修復 mode。呢啲唔係講笑㗎，科學家做過一個環境豐富化嘅老鼠實驗，一組老鼠住鼠界5星酒店，有玩具、有音樂、有靚糧；另一組就困喺黑房。幾個星期後，你估係點？5星組班老鼠啲修復基因開晒，細胞容光煥發，好似啱啱做完 facial 咁。黑房組啲焦慮基因就爆晒燈，個樣殘到好似啱啱開完10個鐘會咁。講真，連老鼠都識因為生活好啲而開開心心，啲基因都靚啲。我哋人類每日追劇爆糖，生活壓力大，係咪有啲唔抵先？Super Genes 想話俾你聽，基因唔係死板嘅手扣，而係一部極度敏感嘅智能手機。你日日用錯 app，開太多程式，佢梗係窒到阿媽都唔認得啦。但只要你學識 restart，清下啲垃圾，update 下版本，佢就會乖乖運行到順嗰部新機。你而家可以正式同基因簽新約，下一季嘅目標：精神爽利、血壓穩定、心情開朗。只要你喐下手，撳下油門，基因就會坐直個身話：Yes sir，系統升級中。咁你一定會問：喂，我部手機都冇咁多掣啦，基因啲掣喺邊度撳啊？我日日返工都熄唔到掣，邊有時間搞基因啊？問得好，其實唔使變做健康狂人，唔使朝早飲羽衣甘藍汁，夜晚食沙律當晚餐嘅。Super Genes 教咗一套 Micro Interventions 微干預嘅方法，每日只需要幾個極微細嘅動作，基因已經會俾個 like 你。好啦，究竟微干預係咩玩法呢？即係話你唔使去參加咩中年健康再出發特訓營㗎，唔使逼自己朝早飲羽衣甘藍汁，夜晚淨係食沙律當晚餐。老實講喎，你轉得咁快，連你體內啲 enzymes 都會大叫：喂阿哥，我都未撈得切啊！Super Genes 嘅重點呢，係每日做幾個極微細嘅動作，基因就已經 feel 到你有誠意，自動幫你開綠燈。我哋即刻嚟 download 呢4個哈佛級嘅更新包。第一包叫 Microbiome 腸道微生態升級檔。嗱，你晏晝食飯嗰陣，試下忍一忍手，杯凍檸茶走甜，或者唔好飲嗰杯充滿糖漿嘅珍珠奶茶，就係少咗啲10幾 gram 糖喎。你知唔知腸道入邊啲好菌有幾開心啊？哇，佢哋會即刻開 party 㗎。呢啲好菌會幫你身體大大減少發炎反應。你話呢，飲一啖糖水就可以換走日日周身酸痛嘅發炎基因，
呢個雕係咪抵到爛先？第二包端粒酶重啟鍵，哇！呢個名聽落好有科技感呢。其實好簡單，你搭車返屋企或者返緊工嗰陣，早一個站落車，行多5分鐘，就係啲5分鐘啫喎。你其實已經不知不覺着咗身體嗰個官方抗老化開關。科學家話呢，適量活動可以激活端粒酶，幫你修復染色體尾段嗰啲端粒。端粒越長，細胞就越後生。所以話呢，唔使同啲後生仔爭入 gym 房舉鐵嘅，每日行多幾步，基因已經覺得收到老細，即刻幫你做保養。第三包 Vagus Nerve 迷走神經冷靜補丁。嗱，中年人返工最驚係開會見到極品上司同麻煩客，下次開會前或者想爆泄發脾氣之前，試下深呼吸3下。你以為深呼吸只係扮冷靜，咁就錯啦。你知唔知呢3下深呼吸，其實喺醫學上係直接啟動緊你個迷走神經系統。佢一着呢，你體內嗰啲壓力荷爾蒙皮質醇就會即刻插水式下跌，你啲基因都會抹一額汗話：哇，好彩老細今日冇爆泄，今日唔使 ERROR 404發炎啦。第四包 Detox Environment 環境解毒包。呢包更簡單，唔係叫你做多啲，而係叫你減少少。返到屋企順手開下窗，俾間房透幾分鐘氣，等啲污染物同揮發性有機物散一散。對於你啲細胞嚟講，就好似終於有人肯開抽氣扇咁。然後呢，由一件清潔用品開始，換個成分簡單啲、味道冇咁刺激嘅版本，好似洗潔精或者抹台噴霧。你每減少一啲環境毒素，身體啲解毒酵素就冇咁辛苦。可以少啲 OT，多啲時間幫你做修補。基因收到信號就會話：嗱，呢度安全啲啦，可以由防禦毛轉返去保養毛啦。嗱，你而家望一望呢4包係咪全部都係做得到嘅嘢？唔使搬屋，唔使辭職，唔使變健康狂人。但你每日撳一兩個掣，其實已經喺度同基因傾緊大雕。講到尾，Super Genes 最想同你講嘅係，你每日啲行為、情緒、睡眠、飲食，甚至你講嘢個通，全部都係程式碼。成日爆泄呢，其實就好似日日喺自己個系統度狂撳強制關機，等到成個人都 ERROR 404，揾唔到理智咁樣。相反，喐多2步，瞓好一陣，笑多幾下，少啲毒入肚，就好似手動撳咗 refresh 加 update 加安全模式重啟，你啲基因喺入邊會彈個窗出嚟，收到背景更新緊，請耐心等候奇蹟。你諗下幾咁好笑又諷刺啊！人生花咁多時間研究點樣控制股票、控制仔女、控制老細，結果自己啲情緒同生活習慣就任由佢自動播放災難清單。原來最值得學識控制，又真係控制到嘅，係自己嗰啲基因仔同生活設定。你日日喺度抑鬱，喺度鬧自己，就自然收聽 AM 悲劇台，主持人24小時幫你重播人生黑歷史。你一放鬆少少，肯糖少啲，腳行多2步，夜晚提早熄機，就慢慢轉台去 FM 幸福台，音質靚到連你啲細胞都會跟住打拍子。喂，呢首歌啱聽喎。所以下次你覺得個身又慢又攰又輕機，唔好再鬧部舊機唔爭氣喎，不如好聲好氣同佢講句：嗱，唔緊要，老細依家幫你重啟，同你慢慢 update 返，飲啖水，開下窗，行幾步，早啲瞓，俾自己一個唔驚唔趕唔鬧自己嘅晚上。今日講 Super Genes 嘅時間又差唔多啦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內容，請你幫手撳 like 同訂閱8分鐘一本書，順手 share 埋俾你身邊嘅老友。我係書豪，多謝你嘅收聽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